请各位持香一拜。耶！鼓掌吗？好烦。那个支持，谢谢谢谢。1号叶广。牵手。为什么那么紧张啊？哎，真的那个面粉味道很臭哎。踩屎的感觉。踩屎的感觉，真的要踩得蛮准的，也是蛮不容易的。所以在路上踩到那个的朋友们还蛮幸运的，故意踩都不容易踩到。你之前有踩过屎吗？这倒是没有，但被鸟屎滴过。真的假的？不偏不倚，正中头。然后绑的时候，对，就把结打在这个位置，像两边是一样的。天黑，要是会天亮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，希望你得到希望。是很紧张哎。为你幸福。怎么反应？没有看到重头戏。喂，你在干嘛？那你在干嘛？对对对，好帅啊！这是你本日最帅的一刻，来。嘿，我们原来都一样。他亲你，你要回吻他，牵手要有仪式感。当你受了一点伤，至少有我。用好多。我跟你讲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心中藏什么？你不用开口，其实我都懂。嗨，我是学长，学生会会长，也是学长，我叫伟成。也许你们有看过我，也许没有。我是叶广，然后硬要乱录。学生会长候选人，然后英文名字是吃饭拜拜 Chris， 然后现实生活中是 Jeff。为什么要尴尬？不知道有没有好了。因为他穿内裤。这位校刊社的同学，嘿，是的。我昨天加入校刊社，现在在拍他们。我接到的任务就是拍他们是什么？我会拍你。英国留学的。是谁？啊 ，hello， 然后大家看我。专业摄影师。我们是摄影组，马上被打枪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心中藏什么？你不用开口，其实我。